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9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箴言第27章第1到27节，雅各书第4章第8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谦卑。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人批评论断，好像批评论断别人是比较容易的一个事情。换句话说，好像当在野党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了。反正呢，对于执政者呢，就是批评就可以了。自己呢，其实是不需要担任任何执行上的政治责任。去年在美国总统的选举，在选举的时候呢，川普因为有许多的政策，特别是在面对防疫上面，遭受对手极大的批判。当然还有其他，包括阿富汗撤军的事情。当时候的竞争对手反对党、在野的民主党呢，以及总统候选人对于川普的批评不遗余力。在赢得了政权之后，拜登先生则开始接受了同样的批评，同样的标准。像上个月发生了阿富汗政变的事情，美军在这个之前呢，仓促的撤军，造成了阿富汗美军甚至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的军队、人民的一些损失。拜登政府也受到极大的责难，甚至还有政治评论家预测，拜登总统会是因为这个阿富汗事件成为所谓的一任总统。同样的，如同这样的一个互相批判，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那个共通点就是说，好像在批评的人在讲另外一句话背后，他说我一定可以做得比你好哦。像类似这样的一个骄傲的心态，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根本就是看不起对方的执政能力、执行能力，没有欣赏的态度，甚至我们说完全没有谦卑的一个态度。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教导我们持这样的心态。箴言第27章第1节到第2节这样劝勉：不要为明天而夸口，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要让别人来夸奖你，甚至让陌生人来夸奖你，你可以不要自夸。无论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多好，或是你觉得别人做得很差，我们或许可以批评，但是千万记得不要骄傲，因为事实上骄傲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表现。骄傲容易带来嫉妒的心，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嫉妒容易带来愤怒，愤怒会影响或是说引发这个迫害性，迫害性就会带来家庭的不和睦、教会的不合一、国家的混乱。这样的话，与上帝的真理教导是完全的违背。基督徒要亲近上帝，要远离人性。亲近上帝的人必须要谦卑，必须要得到洁净。亲近上帝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是在箴言第1章第7节。我们在昨天的主日信息里面也引用了这一段经文。箴言27章第11节也这样劝勉：
他说：年轻人呐，要明智，我就高兴，使我有话回答讥笑我的人。即便我们看到所罗门王这个一代名人他也是在面对一些讥笑他的人们。可是我们如果能够学习像他一样所言所行都是在上帝的智慧里面，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雅各在雅各书第4章第11节到第12节，非常明白的劝勉众犹太教会的信徒。他说：弟兄姊妹们，不要互相批评，谁批评谁论断弟兄姐妹，就是批评论断摩西的律法。如果你们评断律法，就不是顺服法律，而是评断它。他说：只有上帝是立法者，上帝是审判者，只有他能够拯救，只有他能够毁灭。他说：你是谁，竟然敢评断你的邻人？批评不是基督徒的品格，这是非常明确的，不是谦卑的生命这正是犹太基督徒最大的问题，他们时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雅各在此提醒他们，就雅各的论点来说，彼此批评论断根本就是批评论断上帝。雅各说得明白，他说：只有上帝是立法者，只有上帝是审判者，只有他能够拯救，只有他能够毁灭。他说：你是谁，竟敢评断你的邻人？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来领受，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是，我们如何来断定我们所批评论断的对象事情一定不是上帝所感动，他一定没有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行呢？雅各的提醒是非常的清楚，他说：只有上帝是立法者、审判者，只有他能够拯救，只有他能够毁灭。你是谁，竟敢评断你的邻人？我们必须明白，批评论断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解决纷争。只有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款待，彼此的扶持，才可以。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这是上帝透过使徒们提醒我们的事情。雅各教导我们的态度是：你们应当这样说，如果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或做这事，或做那事。那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因为上帝怜悯给我们机会。就如同耶稣基督他也提到发誓这样的事情，他说：不要指着天发誓，因为你们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所以没什么好骄傲的。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非常明白的一个教导了我们不能使头发变黑或变白到底我们要骄傲什么呢？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所以基督徒必须认清楚自己的限制，必须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什么就不能做了。离开了上帝，在圣经的角度来说，就是失去了生命。骄傲的人往往是离开上帝远远的。雅各也这样提醒我们：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为善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悲伤、哀痛、哭泣，要把欢笑变为哀哭，喜乐变为悲愁。要在主的面前谦卑，上帝就会提升你们。